空飞官新北嘅昨暗在 F-16美战机执行飞行训练发生事故，讲要跳伞逃生，目前正在扩大搜救当中。中国国台办今日宣布，甲内政部长刘世芳、甲部长陈英耀列入去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内面，讲要甲因制裁。台中一名警察组网络顶头恐吓，讲要对市长罗秀燕不利。另外一个住伫清水的查甫人网络顶头恐吓别人，也让这两个提起公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中国国台办今日宣布讲，甲这内政部长刘世芳、还有教育部长陈英耀列入去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内面。另外，侦办真侪咱这国安案件的这个高检署检察官陈淑仪也放列入去是这台独的拍手。但是陆委会是强调讲，这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批评中国想要主张对台湾有管辖权。刘世芳、郑英耀倒行逆施，台独恶行累累，依法实施惩戒。中国国台办初一宣布，甲咱国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教育部长陈英耀列作台独顽皮分子，指控刘世芳打压两方的交流，迫害伫台湾的中国配偶，嘛认为陈英耀是编台独的教材，阻扰教育合作，发为禁止两个人含亲属入去中港澳。刘委会警两方互相无隶属是客观的事实，这种甲个案内国刑事犯罪化的做法是无效的后步。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全部都是坚决捍卫中华民国存在。那所以政府会继续坚持下去。2021年11月，中国第一公布，咱时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佮有尤锡坤、吴钊燮等3个人是台独顽皮分子。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了后，佮有2024年10月，中国联合利剑军演的期间，嘛拢佮新增加几个名单。即马加上两个部会首长加起来拢总14个人。最近访台，国台办批评是唔正人的日本参议员赵平，嘛提出批评。被指定为台独分子，应该是他们的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们授了一枚勋章，说明他们是做了对台湾很好的事情。除了台独顽皮分子，国台办的官网，去年3月底嘛推出台独打手强犯的举报专栏，初一个新增加侦办真侪件中国间谍案，兼高检事关案件执行秘书的检察官陈淑仪，加起来12个，呛声依法终身对质。我们要严正的谴责任何恫吓台湾司法官的行径，我们要全力支持台湾司法官的公正执法。那的确是要针对我们的司法检调单位来进行一个杀鸡儆猴的施压。但你看过去针对科案或者针对这个陆配案件的一些检察官或司法官本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湾名单的宣布，很明显你都没有确实执行嘛。法务部强调，除了确保检察官的人身安全，对在地协力者涉及犯罪嘛严格惩罚。内政部回应讲，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未改变。教育部是中心的持续坚守教育基本法的精神，推动爱国教育，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讲，这国家安全法修正草案增订公布战争言论上这法制拍板，在野党就质疑讲，安尼生就是伫咧限制言论自由。陆委会的副主委刘文杰就讲，若总有人伫咧网络顶头讲要甲你抢劫放火，法律拢会甲伊禁止。若总有人伫咧网络顶头讲希望上来拍台湾、消灭台湾，民众敢有法度来吞论呢？认为讲咱袂当有两种的标准。因应国安法修正草案，星期第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搁一摆摆审，国民党团加急动员应战，透过定数发言要求开公听会，和社会充分讨论。赖清德这么想戒严，这么想控制人民的思想，没有关系啦。最好全国各县市好好宣扬民进党是怎么程序郑南榕精神，每个县市都开公听会最好。从行政院再包括我们民进党委员，一共有23个版本。就以本人跟王定宇委员、王义川委员以及罗美玲委员所提的版本当中，就特别修正了把“意图”2个字拿掉，言下之意就是希望不要限制到言论自由的部分。追究就传最后两位王必会宣告，今年3月底进行国民党、民进党各开一场公听会，暗过其中针对行政院办草案增订，国粹战争言论相关用行政再罚100万。民进党这个是拍个案之名，用网络戒严之时，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回应，面对受混暴力有相同标准。个人他在网络上说我要去你家抢劫，要去放火，这个在我们法律上是会被禁止。
那如果说你的个人在网络上说，我希望谁谁谁能够过来打台湾，把台湾消灭掉，那你觉得可以容忍吗？我国的国家安全遭受1949年以来空前的威胁，尤其在去年底，解放军进行侵略台湾的演习，也在网络的空间配合协力者以及网军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几乎是重演当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前兆。内政部次长马树元表示，将支持对待动物大决管法规范判定基准，除了甲陆委会发布报建议，也向国际公约做依据。陆委会强调，中共相关行动最后目的就是要侵略台湾、消灭中华民国，所以照总统指示，继续盘点现卖规定，推动修法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还阁伫咧紧张，想未到中国的海事局搁再公布讲，今仔中昼到明仔载下晡6点的要伫咧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演，而且中国的商务部是连续2天发出公告，讲要对日本的离日涉案的发起反倾销调查，也宣布初6开始加强对日本管制出口军民两用的物资，其中可能就包含稀土，因为日本方面是表达强烈的抗议。中日紧张关系还未断好，中国搁对日本发动新一波的经济打击。中国商务部初次公告，对原产地日本主要用在半导体制成的各类资源发起反倾销调查。前一日搁宣布，即马开始加强对日本管制出口军民两用物资，近期中方的清单品项有1005項，其中包含稀土。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た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慣行と大きく異な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外務省、経済産業省及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日本外务省表示，亚洲大洋洲局长金正正中已经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撤回措施。因为自2010年中日发生钓鱼台弄船事件了后，中国多半用稀土牌暂停对日本出口，造成日本数千亿的经济损失。即马佫可能影响日本制造无人机甲国外晶片。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错误言论。中国外交部回应，相关做法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代志发言的反制，而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日暗时甲芬兰外长通电话时阵，也讲到中方对台湾问题立场，各批评高市早苗倒行逆施，表达希望芬兰能理解中方，同时中国对军事顶权要动作。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报上，共军真正在船舰甲黄海海峡展开自控制了第一摆海上训练的画面。中国海事局也公布，初7中昼到初8下晡6點，各在渤海部分海峡進行軍事演習，針對日本的意味正大。記者綜合報道。台北捷運頂個月發生亂殺人的事件，有人伫咧網絡頂頭開始黑白講話啊。其中呢，這台中市第2分局一名姓黃的警察組，伫咧社群平台鬧話，講要對市長羅秀燕等人不利。另外有一個查甫人，伊住伫咧台中清水，共款是伫咧網絡頂頭亂講話，甲人恐嚇。因那這2個人攏互提起公訴。台中市長羅秀燕看榜面部被迫害，文理社講要對市長甲偵查隊副隊長這人不利。發文的是台中市第2分局偵查隊一個姓黃的偵查組，檢方調查了後，查7個依照恐嚇公眾的罪嫌提起公訴。張貼涉及大規模隨機殺人、槍擊特定對象等具體暴力恐嚇內容，足以引發社會恐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認定張姓及黃姓被告所為，已明顯逾越言論自由範圍，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造成實質威脅，均犯刑法恐嚇公眾等罪嫌提起公訴。另外，一個擔任中區作業員的43歲市長的查甫人，在8節隨機攻擊事件了後，也佇社群發文恐嚇，互新北3甲警方抓起來。伊講是好算作業，相關互依照恐嚇公眾的罪嫌來起訴。檢方講，這姓黃的偵查組做警察3年，也是警專第1名畢業，有袂少家長甲技工的記錄。也若伊有警察的身份，言行會使動搖公權力的形象，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真大，警察法院將當來量刑。
法界是认为讲，应该对伊的心理状况来做判定。本案的关键是在这个警务人员是不是存在精神上的障碍或心智缺陷。如果存在的话，他可能可以获得减轻其刑。所以检察官请求从重量刑是有道理，但是被告会不会从重量刑，甚至获得减轻其刑，很重要，未来必须依照医学鉴定来做明确的判断。律师讲，依法这侦查组会使加重量刑，要果若是有具体证据证明伊伫发文时，因为精神的障碍，也受其他心理的缺陷，造成伊辨识行为的能力明显降低，会使减轻伊的刑期。台中警方讲，4、5个侦查组即阵停职，会看伊的实际状况来讨论是不是要改免一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环保局有5位清洁队员趁休假时阵去探外劳啊，使这公务用的饼狗仔车去餐厅或者是真家厝替人饼扫。环保局发现了后，依上检调侦办，也若检方查到约谈涉案人员，依照3万到8万块不等来交保，也继续调查敢有贪污的情形。抽水管侵入排水沟，甲涂埋才会垃圾抽出来。环保局的清沟车主要是用伫清理排水沟和下水道的管线，但是高雄所传出有清洁队员伫休假的时阵，使清沟车去餐厅还是民家厝清私人的油污，大概收几千块的作业费，还是替熟悉的人免治病。主动移请检调侦办，环保局亦配合调查侦办。本事件发生后，环保局已加强公务车辆管制，并持续加强进行员工法治教育训练及廉政意识，避免触法。5个清洁队员伫民国109年到111年间，使清沟车去趁私人清洁的钱。环保局伫111年12月查到，移送检调侦办，经过长期的搜证，检方伫查6约谈涉案的人员。他们做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是他们自己要去对他们的行为去负法律的责任啊。民众嘛感觉公器使用是有问题，餐饮业者私底下讲线是炸油做，差不多1、2个月会请人来饼一摆，继续看油的状况伫6000到12000，毛便当店拢是家己咧饼。阮的小弟会逐工请，毋过阮拢会头正10天，也是头半个月。人咧甲阮请的人大概会来请。5个清洁队员是讲用公务车去趁家己的钱，先后以3万到8万来交保。检方照涉贪污罪嫌，持续调查厘清。环保局嘛召开职工考核会，会对因做行政定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诈骗的共犯车手呢，去 ATM 领钱时阵，拢会包甲目睭睭，互人袂认得伊。这警政署就向金管会建议，使用 ATM 的时阵，面就要显出来。啊，那去年底呢，这银行局有找银行来讨论，为着卖造成民众困扰，就开始会用警示音来提醒民众。ATM 领钱时阵呢，爱甲这喙暗还佫无流落来，毋过袂因为讲你无流落来，就无度领钱。过去真侪车手伫 ATM 偷领现金的时阵，拢会挂喙暗或者是戴帽仔，避免面互镜头翕到，安尼做法也增加诈欺的难度。传出警政署建议推动民众用 ATM 的时阵爱露出面部。因为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口罩，拿下太阳。为了阻诈抓车手，现在戴口罩和戴安全帽，到底能不能在 ATM 提领现金，也成为讨论话题。不好，没有必要这样。因为现在戴了口罩、戴了安全帽进去，就觉得不安全，那我们在那个地方也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所以我认同。这对整个治安也是有好处啦，因为它破案也比较容易。实际到银行 ATM， 发现你若是挂喙暗到 ATM 领现金，就会出现警示音，提醒你会露出面部。不过即卖制度是，就算你挂喙暗或者是安全帽，还是会领现金。传出银行业者表示，若民众是伫便 ATM 领现金，真侪民众为防止病毒感染，拢会挂喙暗。硬逼民众将喙暗摕来才会领，可能引起扰民的疑虑。例如说，他可能因为疾病或者是伤残，那他的人脸辨识不过。那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领钱？那这可能会影响到客户的权益。那一方面也是，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客户就会变成是跑来银行去做申诉。那其实对于行员来说，会压力蛮大，是他可能业务很大一部分就变成是他要去回复这些客诉、处理这些客诉。会增加这个脱下口罩或是安全帽这样的提醒。那大家也会再观察一下后续实行的情况。不会到强制说戴口罩是不能领，对不对？对对。为避免强制提出暗落来，只能到 ATM 领现金引起民怨，警方会建议用妈妈来方式，由警政署提供银行名单，成为车手领现金的 ATM 热点，形成面部辨识。同时鼓励银行加装 ATM 面部辨识系统，发挥警示功能。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规个台湾是拢温度正加寒死死。就医生讲呢，最近有民众使用这充电的捂烧包甲安的困，想袂到困起来了后出来烫伤。另外，气象署也针对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特别是今暗时到明仔透早低温可能是伫10度左右。冷气团的影响到拜四，不过这水汽有较少挂，关山就较袂落雪啊。太平山无帮忙，关键平台甲部分路出现结霜，全山天气温降到0度，暗过水汽无够无落雪，上山足些游客明显就较少咯。游客也有上网搜寻啊，因为这风属于干冷有没有？然后降雪可能几率不高啦。气象署表示，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全台气温一直降，尤其初七暗时到初八透早特别寒。佮针对北基桃顶6县市发布甘色天气警示，平地低温可能无到6度。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等11县市发布黄色天气警示，平地气温可能干到10度。主要的地位大概是以高雄以北、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另外就是金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局部空旷地区会有10度左右或是10度以下的低温。近期冷气机未少人准备保暖的物件，不过医师提醒，最近已经接到真济件民众将充电暖包长时间搭在身躯使用，甚至搭咧困，起床才发现皮肤烫伤。睡着的时候呢，这个接触皮肤的时间太过于长久，导致于说这个热的效应，那个能量累积太高，导致于说皮肤软组织造成的烫伤。医师表示，充电暖包是长时间加温热源，温度虽然无悬，不过无建议长时间接触皮肤。伫台东有一位近百岁人瑞苏女士，为了让老大人伫当天洗身躯安全舒适，特别换一台洗浴机，互长照起顾。我希望长辈有个尊严的沐浴的时间，让他们洗澡是舒服快乐的。气象署表示，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升级到寒流记录较低，主要原因是台北透早云层较济，或者冷气无够强，有5到拜5透早，大陆冷气团减少，气温才会小可回转来。不过隔天有一波冷气团入南，办好进前，全台各地早含有关爱水或者冷气加温，出国时阵爱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台北车头地下1楼的泰路是规个棚谷愈逼愈严重。那车头呢，一寡大楼的秀平泰路呢，也拢落落来。台北市建管处就提醒民众，若准大楼无做好维护，也个安全管理，上重会当罚到30万。若准10年以上的厝呢，民众会当甲市政府申请维护的费用。大片的泰路碰起来大约10公分高，而且范围是真宽，差不多36平方公尺。这是台北车头的地下1楼，范围是愈碰愈大片。有专家指出，泰路会安尼，是因为这几日有强烈冷气团沙洲小碰冷球，造成泰路碰拱。碰拱的意思就是讲，你泰路甲迄落水泥箱哦，已经无连做伙啊，伊不出来，你填冷的时阵，扭起来的时阵，伊泰路就中。有空气。专家讲，泰路的碰拱主要原因有分3种，包括小碰冷球、施工品质无好和地动。若是地板的有问题，大楼外口的壁嘛同款。台北市政府提起，最近因为冷气团落南，真侪大楼会出现泰路落来的情形。市府表示，若是大楼无做好安全的管理，通罚6万至30万；若是造成伤亡，恐惊要面对民事和刑事的赔偿。屋主管理委员会一定要重视外墙的安全，平常就要自己检查，像是瓷砖有没有鼓起、裂开、松动。如果发现有状况，要先拉封锁线，并且尽快请专业厂商来维修。为着要鼓励民众维护建筑物，民众会当甲台北市政府申请修理费用，补助的对象是10栋以上的建筑物，上侪补助20万。市府也提醒民众最近尽量行钉仔脚，避免去互泰路卡着伤。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菜真俗，这高丽菜大块，介绍1公斤才10块尔。罗良署表示讲，这几天有冷气团菜色成长较慢，供应量会较少寡。若天气寒冷呢，民众爱食火锅，高丽菜需求量也增加，介绍应该会较稳定。
规区的高丽菜逐粒拢大个水，即阵当是高丽菜大出的季节。目前市场挂价伫10块左右，因为价少伤低，中华农民规气伫网络花贵箱咧卖，想讲价减摊，一箱20公斤，敢若卖200块尔尔。嘛有在门内民众是直接到田里买。现在现采的很好吃，可以多买一点，趁现在新鲜便宜啊。即马就是价少伤俗啊，就是一定爱找一寡通路，让价格可以再往上。莫讲规拢安尼了钱安尼，有多稳会使甲伊送到厝，伊嘛免去饲啊费，就甲你送到厝安尼。农民表示，一般关山高丽菜差不多10月产量就较少咯，但是因为今年天气较晏寒，关山高丽菜产期久长，产边地高丽菜大出的时间小长，影响到高丽菜价销，甚至有崩盘情形。所以农民想出产地直销的办法，希望种做心血，成本会当回收。那农粮署表示，即阵天气开始变寒，对菜色价销提悬是有帮助的。目前的一个气候来讲，有大陆冷气团的一个南下，变得冷凉哦。国内的一个蔬菜的一个产量的部分变得比较稳定。那在市场的一个交易的量跟价格的部分，也有一个比较趋缓的一个情形。农粮署指出，天气寒，菜色大较慢，产量若较减少，价销自然就会起。佮加上不少人会食卤、食火锅，菜色需求量增加，预估对农民的收益是有帮助的。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款代志，接着发生哦。高雄有一间专门卖帝王鲫日本牛排海产行，顶年10月甲前顶渔港圣果的盘商买1000外包的台湾蚵仔，最后食药署验出讲，这根本就是越南的。这海产行是法冤枉，强调家己也是受害者。那这圣果的盘商落尾也承认讲，伊是摕越南的蚵仔来加做台湾的伫咧卖。那高雄地方法院最后是依照早期卖假食品等罪。判以有期徒刑4个月，会当用罚金来代替。嘉义东石出产的蚵仔全国有名，伫咧各大卖场定定会当看到著名东石蚵的产品。不过高雄这间专门卖日本高级帝王鲫的高级海产食品行，伫咧113年10月用一包60到70块的价销，甲前店渔港圣果的盘商挂过买东石蚵，拢总卖1034包。后来所获食药署验出，这蚵仔拢是进口入来的越南蚵仔。食品行业者法冤枉，讲家己互骗去嘛是受害者。圣果的盘商落尾也承认用越南蚵来价。它标示的是嘉义冻食产，经送农业部水产试验所鉴别，结果为境外牡蛎。已经涉嫌有虚伪标记产地及诈欺的情事。4个月盘商最后互法院判有期徒刑4个月，会当依扣罚金。食药署表示，因为愈来愈常发现有进口蚵假做台湾蚵的代志，这2年定甲卫福部发动联合稽查。咱实际来到高雄母标红分市场，当顶悬放的蚵仔大个水。摊商老实讲，因为台湾寒人的蚵仔无够肥，所以对换卖越南蚵卖照实甲人客讲。每一个人做生意的心态我不清楚，但是我们这边的客人基本上我都会告知他，就是有问我会诚实告知，要不要买他自己决定。当然我们有认证的话，是对消费者跟对我们业者更好啊。你若认证了有政府来给咱把关，咱是咱在推广来做如何推广。然后客人吃也吃得安心。嘉义东石的餐厅业者强调，越南蚵甲台湾蚵对外观真正看不出来，敢若食落腹肚才有差。目前嘉义县政府有咧做东石蚵的溯源认证，不过这制度应该要做较完善咧，安尼消费者买物件才有保障。记者柯家如副教用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空军的飞官新北嘅昨暗驶着 F-16B 战机进行例行性的夜航训练，所在咧半中途回报讲，伊的关岛一直咧落任务电脑 MMC 有故障，要紧急跳线。暗时7点29分的时阵，光点就消失啦。空军就表示讲，无收到这救生装备信票机的信号，无度判断讲这飞官敢有顺利跳线，目前是扩大搜索。那 F-16型的这战机呢？拢成全面来停飞。空军总队直升机测试飞到花莲外海，一直看海面，伫咧测失去联络的空军飞官上尉新北基，搜救行动对暗时到日时拢无停止。海巡巡舰、大东舰、基丁舰伫大营中来到苏国海域继续搜查。本舰目前正在进行搜救任务中，现场海象不佳。海
海军军舰也看到出现伫花莲外海，不过拄到海象无好，岸边也有机动雷达车协助来搜查。华防部官兵是沿海岸线部署观察站，一直看伫岸边甲海象状况。国军已经派遣空中13架次、11架舰艇、119名人力，结合无人机加强来搜查。到初七暗头啊，也无找到飞官新匹机，也个这战机的残骸。飞官新匹机车落西偏航6700 F-12V 战机执行例行的夜航训练，暗时6点17分对花莲基地起飞，无想伫会场的时阵短1分钟，正式回报伫分钟失线，而且这关度继续下降。了，搁再回报3摆要跳线，人就失去联络啊。暗时7点29分，伫花莲基地南边31海里的所在光点消失。他是有呼叫跳伞，现在这个没有得到这个信标机的讯号的求救讯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事证可以证明飞行员确实有执行跳伞的动作。他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他空间名相也报出来，同时他检查他的高度表已经下调。我们飞行员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弹射跳伞，所以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空军讲 F-12V 有4大失手，内底夜航上发生空间的变向，头起当时有一直要甲新匹机带转来。原来事故战机对军11月出厂到即阵只有一般性故障，即摆伫训练进程拢有检修。不过新匹机伫事发当时确实回报无主化任务电脑 AMC 出现故障，引起注意。飞行员在返场训练过程中呢，确实有这个报告说 AMC 有发生故障。他并没有回报说有哪些装置故障，不管不知道是1级还是2级。国军海巡继续依照表消息为中心点一直传出去，全力来搜救。空军讲，即文章也未只有这架事故战机有 MMC 故障，对此也下令 F-16型机执行天安2号特检，全面停飞来确保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空军飞官新匹机昨暗杀 F-12V 战机发生事故，目前还佫继续伫咧找人。这个飞官是片湖西村的囡仔，今透早呢，村长就去到片湖的天后宫，替伊点灯祈福。也若讲到即届发生事故，编号6700 F-12V 战机是自2021年完成结构改装升级的机型，这是 F-12V 构改成军以来第2件重大的飞安事件。虽然 F-12V 战机发生失足意外，上飞飞官新匹机是偏后关后山传人。初7透早，船长也甲当地天后宫为伊点灯祈福。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之下呢，还能够祈求他能够平安回来。其实昨天晚上到现在，全村上下真的是都很担心呐哈。国3的时候就是很坚定的说他要走那个飞行的路线了。其实刚开始家里是反对，所以他那时候空军官校的时候，他念的是维修。后来是到后来家里答应以后，才再去受飞行训。高中老师讲，伊认真有礼貌，而且顶个月才带太太登去澎湖。其实新匹机去年5月23才甲共伫花莲基地任职的太太结婚，两人进前阁结束美国登来台湾。伊姨仔就发文表示，全家拢咧等你登来，阁恳求外界斗相共加油。伫军方人员陪伴之下，带伫澎湖北部坐军机去花莲的空军基地。总统2014年去花莲会面空军第5联队的时阵，新匹机也伫现场。根据国防部资料，伊今年79岁空军官校108年班毕业，飞行总时速611点钟，其中驾驶 F-16时速超过一半。4岁 F-12V 单座战机编号6700，原来是空军家基地第期完成构改接装的第4联队出勤次数，执行战备任务比较多悬。下班有人会将挂钩下放。不过 F-12V 战机自2001年构改成军的过年就发生第件失事，飞官担心未当大赦，不幸殉职。2010年上校飞官张正治是伫花莲夜航训练时阵起飞2分钟了就失联。另外，2018汉光演习期间，2016伫美国训练时阵，甲2013、2008甲1999、1998年 F-16陆续发生飞安事故，伫台湾服役10公里来，已经夺走真侪位飞官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届空军 F-16B 战机伫咧花莲外海发生意外，引起大家关注。事实上呢 ，F-16这款机型的战机伫台湾用要30年啊。空军这几年透过红电专案，把 F-16A、F-16B 的机型升级做 F-16B。不过完成升级的战机本底是规个加装自动防冻地系统，所拢是无进展的。这空军今日表示讲，有甲美国要求，希望今年底会当摕到。另外 ，F-16B 无防寒衫。这空军表示讲，有甲美国买，按算明年1月开始交货。战机引擎喷出黑烟，国军3大主力战机 F-16B 实现役上强的战斗机。F-16型机伫台湾服役29年，为着提升战力，空军近年来建立红电专案，由原厂洛克希德马丁主导。后来汉翔公司一平将 F-16AB 型机改造升级成做 F-16B。2023年139架战机全数完成升级。只不过，这升级的 F-16B 原本的加装自动防冻地系统，和飞行员面临机理混迷，也是未用时会使自动来优胜战机。因佮摕伫飞行电脑软体甲美方无共款，需要来整合。对此，空军初7股已经要求美方赶进度，加速来增机。我们现在呢都会push 这个美军啊，要尽速的来完成。那我们希望能按照计划，并且提前。在年底就会获得这个 Auto GPS 的这个相关的装置。亚南方向美国采买66架 F-16B 新机，本身就来建自动防冻地系统，头只已经伫去年底收飞成功。外界注意什么时阵会再交运到台湾？对着这摆战机失事，空军讲飞官出现空间未向，任务电脑 NMC 有故障。前 F-16政治高官用着分析，战机一平夜航也是天气不好，开发生空间的未向，可见飞官当时的处理。我的体感的那个飞机的状态跟实际的状态不一样。如果我们遭遇到这个空间迷向或者是错觉的时候，要恢复仪表的操作。那唯一一个训练上，我们也一直在往这方向在走。另外，空军对幻象2000配发防寒的飞行衫，为着飞官安全加增加一层的保障。不过 F-16B 确实无应该注意。空军讲已经向美国采买防寒的飞行衫，亚罗万速机已经交货，战机部分是规划明年1月开始交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咱台湾人敢真正是为钱多性命呢？根据着这国际劳工组织资料库上最新的资料显示，台湾的劳工一礼拜上班是39.05点钟，排伫咧54名，比日本、南韩国较济。劳工团体就批评讲，亲像制造业等等，因为薪水较低，才用加班来增加收入，政府就要去关心这部分。人客退房，工作人员随来整理。无时间当休困，工作无轻松，尤其是旅游大家更加是真无闲。不过，台湾劳工的工时不像批评相长，也向工作时计入指导。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显示，2024年台湾红车人平均年工时是2030点钟，平均一礼拜工时是39.05点钟。伫99个国家甲区域内底排名是第54名，这时数比邻近的韩国甲日本较悬，尤其是日本一礼拜工时也无到32点钟。台湾因为部分工时的那个劳工人数占比就3%到4%，比例比较低，所以我们跟全时的劳工的工时平均数就相对高一点。劳动部讲，台湾的全职员工比例比日本、韩国较悬，像是日本的部分工时员工就有3成，造成台湾的一礼拜工时呈现较悬的情形。不过，劳团认为讲，若是扣除部分工时的部分，台湾劳工的工时也是真悬，像是部分制造业者薪水较低，造成劳工想要去加班来增加收入。即使我们扣掉这个部分工时的这个人数之后，我们的这个平均的工时其实仍然高达了41个小时，所以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状况。我们的部分工时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关的这个保障。统计一礼拜工时比60点钟较少的行业，亲像职员服务业的保全、清洁服务，也是批发甲零售业、旅宿甲餐饮业，也有医疗相关的工作，像护理师，拢包括在内。不过，像因为 AI 产业形成和电子零组件的从业劳工加班的时间是大大增加。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去年10月加班也超过30点钟，创下超过45年来新高的纪录。学者认为讲，这会造成有关制造业平均的工时。加班时数高达30个小时，或者是更多一些，但是它还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当然，也凸显出来电子科技的产业那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需要。
对着台湾工时的情况，劳动部讲，确实也有改善的所在，像是上计工资，近10年来拢有调升，并且立法保障，这拢是改善的做法之一。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发生严重的刑案，这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拢会来斗相共，协助被害家属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事实上，一寡被害人根本就讨无赔偿。这环保协会除了提供一寡经济上的支持，也有制定计划，亲像补助抽痰机、机子等20类辅具，也有各项的福利服务。这场无差别的攻击是造成3个家庭破碎。去年底台北一个温水机太人案，被害人的家属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尤其嫌犯伫个犯难了后，就对楼顶跳落来过身，更加大受害家庭刷落来求偿的难度。这个案子是被告自己都是死亡的，所以诉讼上，就是我们就看检察官的侦办的结果，那民事求偿上也可能会遇到问题，我们一定帮家属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它最高就是180万元。案件发生了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帮助被害家属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即马地检署当地审查。另外，毋若介入死亡案件，环保协会嘛伫当伤的个案顶悬来提供支持。这笔款项将全数用在重伤被害人的辅具及赋能服务。当伤的犯罪被害人的复原重建，除了外口本地的经济支持，即马伫个民间的资源，佮有环保有更加侪资源的协助，包括补助抽痰机、机机等20种的辅具，另外佮有包括各项的福利服务。先生伤得很严重，就是伤到右脑、颈椎。出车祸完之后，我还要面对官司，对方又说他也没钱赔。然后我真的是没办法。因翁发生车祸，即马半碎倒伫眠床。虽然罗律师是乐观来面对，但是做当伤被害人的家属，伊的生活同款是面对难题。好佳才有机会得到计划的补助，解决伊较好的真侪无方便。重伤新生人也会面临到政府的补助仍然是有限的，我们会优先协助经济状况困难，或者是家庭支持系统较为薄弱的家庭。当伤的被害人家庭，因的生活是一日啊拢变样，心灵负担、经济开销拢是真歹解决的困境。尤其真侪人面对得无赔偿，互被害人一家伙仔的生活是更加艰苦。即马民间企业来支持，互中间复原这条真长的路，会当小可喘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伫高雄寿山大门园手提凉水煞去互狗手气，边仔的朋友看到讲又有狗冲来，伊就走去甲这狗拔头。大门园表示讲有提醒游客唔通手提食的，若准对动物使用暴力，可能有违反动保法的记录。高雄寿山大门园内底，民众看到几只台湾狗一直饲活来，惊甲哀哀叫，连伊手顶的饮料都去互狗抢去，民众无欢喜，随伫高山的头壳扒落去。这个画面打起网络，遂引起讨论。有民众认为，大门园内底四界拢有做告示提醒游客，手莫提食的挂塑胶盒，避免人甲狗发生冲突。这个民众无遵守，佮拍狗，实在真唔通。手袂使有摕物件嘛，还有塑胶袋一定不要露白。还是你提了塑胶袋，不管你是垃圾还是怎么样的话，反正他一定会抢嘛。好，还有那个你背包一定要注意。它还是基本上它还是野生动物哈，它还是受那个动保法跟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那所以我们都是以不骚扰、不虐待为原则。大门园表示，民众拍高山的行为有违法的记录，是不是爱罚？这部分要送到农业局去认定。这几年因为台湾狗甲人的接触变多，冲突事件也才发生。虽讲台湾狗已经不是保育类的，不过也是受到法令的保护。民众袂当主动去对高山做出任何无妥当的动作。若是当到高山主动接近，也是跳起来身躯顶，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也教大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狗要说你爬到你的身躯，唔通甲拍，嘛唔通甲赶。你甲你的物件呢，你的骹蠓呢，爱伫胸坎头前，为头直直行，伊就会落车。唔通去甲赶，嘛唔通讲想要甲害落的。协会表示，若去甲高山活动的所在，头一件代志都是食的一定爱收起来。若是物件互狗抢去，就准拄煞，唔通想要虐，也是出手甲拍，因为安尼有可能会害家己，去互狗咬着伤，嘛有可能会违法。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永昌报道。这新年头年呢，新北市这几天就掠到54件食毒赛车骑车案件。昨伫咧三重埔和邦桥车头，拢有民众骑奥多摆拒绝临检，搁去互警方掠。人掠到了后，验出讲有食毒的反应，而且身躯顶也超着毒品，就要向依照毒品条例移送法办。警方也针对着交通违规开罚单。
警方调查共向汽车技术过程受检，反倒来加速逃走。警方对人趁机会将人压制，比例细楼技术验出毒品，阳性反应，甲侪人身躯拢查出依托米兹烟雾弹。涉嫌毒品妨碍防治条例，会再把你们两个逮捕。下暝注意就是7点半暝11点外，伫新北市三重埔骑车颠倒向，引起环境注意，即马被依照毒品条例定罪嫌疑杀。麻烦拦截围捕。另外，伫邦桥发生驾到骑机车。27岁姓张查甫人，7日暗时11点外骑车背手机啊，个弄红灯，看到警方向前，马上推油门逃走。张男违规行为告发22张罚单，计处新台币131300元罚款。全身躯无毒品，毋过经过喙内快筛验出阳性反应，正被依照毒品条例侦办。这场警匪相招伫邦桥车站就会发生，迄时阵已经未少车经过，好在无影响其他人。若是伫高峰尖峰时间，恐惊更加危险。当然的确会造成一些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些的这个公众危险公众出入或是一些比较大的，就像车站附近，绝对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让大家陷于危险之中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性可能会更大。今年到7日无到1礼拜，新北市就查到驾到骑车的件数多52件，或者建议有关委员好做预防，包含强化宣导法律规范等层面，唔通冲击到安正做道路的无定时炸弹。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查到一件大型房产抵押贷款的诈骗案件，一个涉外嫌犯甲境外诈骗集团斗空，找国内中古车行合作，拐这受害者去到这车行办贷款，用这不动产来抵押，造成被害人厝甲财产的损失，计共有47个人受害，这诈骗金额超过大票2亿。刑事局甲管区的去申报一个涉案的主嫌引导，趁伊无注意，甲抓起来。记者。另外一批人伫咧申报即个二手车行抄到相关的证物，刑事局追查民众去互假检警诈骗的案件，发现有不法集团伫咧背后控制，查出涉案的主嫌甲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先骗受害者假投资，资金若是无够，或者是想要增加投资，就会转互特定的二手车行来办贷款。境外机房先以假检警或假投资手法诈骗被害人，如被害人现金或存款不足时，再诱骗被害人向二手车行申办房产抵押贷款，之后该车行再中介被害人向特定配合的民间金主及地政士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刑事局表示，这间车行甲帮派金主甲特定的地政士交结，甲受害者名下不动产设定抵押，毋但抽真重的服务费甲利息，甚至陪同受害者完成地政对保的程序。了后，佫甲贷款的金额交予集团的车手，表面上是专业的合作，实际上是诈骗的中介站。该车行表面上经营二手车买卖，实际暗中从事融资及不动产抵押贷款，另创设贷款通、超级贷、快速贷及购好贷等赖账号，谎称快速申贷、快速拨款、警示户呆账皆可处理。刑事局目前查出47个受害者，财务损失有甲2亿。其中一个70岁受害者被诈骗的金额有甲3300多万，毋但房产的损失，欠的钱规个拢乌有去。从去年4月至8月初早，拢总查到34个人到案。专案以诈欺、挡赖、洗钱、甲组织犯罪等等的罪嫌，移送嘉义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逐年拢会举办这台北国际册展，今年的主题国家是泰国，主题是泰式创意生活。这泰国主题馆有50多本代表性的作品参展，包含着泰国的绘本、小说、汉笔的路等等。这泰国主题馆也讲希望未来进一步甲台湾合作。另外讲到这国际馆的部分呢，也有捷克、法国、印度等等。文化部也鼓励学生设册展使用文化币。桌顶有真侪无同国家的册。今年台北国际册展主题是泰国，泰国主题馆拢总有37间出版社参展，有50多本代表性的作品，包含泰国的绘本、小说、汉笔的路等等的作品，嘛有10位作家、创作者来台湾交流。泰国出版书商协会讲，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会当进一步和台湾合作，强化连结。We have the most popular GL publishers come here to Taiwan to have her first introduction with the Taiwanese audience.
主办单位文化部表示，这届是第3届邀请泰国做主题国家，会透过历史、政治等等多元的类型出版品，来呈现泰式创意生活的主题，也让民众通好透过册展来了解东南亚的文学。让读者能够从味觉、听觉还有身体到语言的部分，让我们来全方位的感受到泰国的创作的灵魂。对这个书展的重视的这个热潮跟大家的热情越来越高，所以在2026年来申请参展的家数跟展位也是破纪录的这个高哈。台北国际册展打算伫2月初3至初8，伫世贸1馆。除了主题馆有展览泰国的创作，目前初步的规划也会有捷克馆、法国馆和印度馆等等。文化部希望邀请民众来踅册展，嘛鼓励学生使用文化币。记者陈心动、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委内瑞拉的前总统马杜罗政权失去生命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这委内瑞拉临时政府会以市价交予美国3000万桶到5000万桶的原油。川普搁再经过因的临时总统，若准无要对美国来完全开放，恁就是后一个马杜罗。委内瑞拉政局改变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伊就铺文讲，美国临时政府加3000万到5000万桶品质足悬的原油交予美国。不过 Trump 强调，这批石油会用市场的价格来卖予人，不过资金是伊本人控制，而且伊个讲会甲款项用伫咧造福两国的人民。已经指示能源部长莱特随执行这项计划，用保存船直接运去美国的码头。美国边境的民众足烦恼的，惊美国安尼做是咧抢资源。sea lo que ocurre, a lo mejor ya transó con los gringos. Los gringos, si transó con los gringos, pues que si vienen para acá los gringos, van a poderse traer la industria petrolera va a ser otra vez explotada por ellos igualito, porque siempre ha sido mantenida por los gringos y siempre ha sido explotada por los gringos. 虽望 Trump 俄罗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友好的朋友，不过嘛有威胁。Trump 明确表示，罗德里格斯要确保美国会当摕到美国足大石油量的完全准入权。美联社分析指出 ，Trump 已经甲民主选举放伫咧第2重要的位，即卖目标是能源利益。罗德里格斯恐惊共这个时间会面临国内国外拢爱烦恼的困境。And then externally, of course, she's facing demands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explicitly said that if she doesn't follow through on granting U.S. access to Venezuela's vast oil reserves, she could be next and follow the line of President Maduro. 为了进一步落实能源政策 ，Trump 预计伫咧拜五伫海澳庄园甲足侪石油的头家高层见面。会议重点除了讨论委内瑞拉石油的运送甲安全链，嘛包括美国未来能源开采计划。也若 Trump 强硬做法，伫咧国际嘛有真侪反对声音。La operación en Caracas supone un precedente terrible y un precedente muy peligroso, un precedente que, por cierto, nos recuerda a agresiones pasadas. y que empuja al mundo a un futuro de incertidumbre y de inseguridad. 虽望讲 Trump 强调能源优先的政策，不过委内瑞拉政局演变为单纯的民主转型，变作是国际中间的资源比较。这批数千万桶的原油的交接，到底是换到稳定的政权，还是更加深的国际冲突呢？ 拜五 ，Trump 甲能源高层的会议结果，嘛会变作是观察美国甲美国关系，还佫有全球油价走向的关键指标。公司新闻，陈伟杰编译。 美国出兵去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造成因国内也个古巴的安全人员死亡，已经有56个咯。今年造成呢，这哥伦比亚含这古巴批病真严。也若讲到 Trump 是搁在讲起一定会摕到继承人，正是受到丹麦总理和后边的警告。 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美国跨境逮捕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76个委内瑞拉安全人员，甲31个古巴军警殉职。司法部长将这场行动讲是战争罪。Se califica jurídicamente como un secuestro internacional y una, como ya lo dije, una privación ilegítima de libertad. Que nosotros hemos designado como Ministerio Público a 3 fiscales en medio de este crimen, de esta agresión inusitada contra la patria venezolana. 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手，也予拉比人民感觉压力。哥伦比亚伫委内瑞拉边境正派搁较侪军警气氛紧张，古巴人民也真不安，因为川普初时已经点名这2个好日子无济啊。 Colombia is very sick too, run by a sick man.
who likes making cocaine and selling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s not going to be doing it very long. So there will be an operation by the U.S. It sounds good to me. And Cuba literally is ready to fall. 前者白宫前来个发表强硬声明，会提到格陵兰列为美国馆优先事项，而且会达成这个目标。美方咧讨论系列选项，其中包含动用美军。这会和欧洲正生气。格陵兰总理表示，格陵兰是要甲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过未简单被征服。格陵兰主权所属的丹麦总理也警告美方的军事行动会互北约机制袂顶袂当甲瓦解。 The United States chooses to attack another NATO country militarily, then everything stops. That is, including NATO, and thus the security that has been provided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甲丹麦领袖出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北极安全要在北约结构之下集体维护。欧洲边国已经加强军事部署，美国依然是重要友伴。不过格陵兰事务干后，丹麦甲格陵兰家己来决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马上伫国会说明，川普计划是买格陵兰，不是日品，要求幕僚提出新版本的格陵兰计划。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 澳洲的昆士兰州有一个城市叫做金皮，最近这几年呢，当地法律有保护一种野豹叫做福狐，这狐狐数量伤过济啊，因为有臭味啊，佮噪音环境等问题，民众烦恼讲会造成人体败害。目前金皮市政府呢，已经向中央联邦政府讨救兵，希望来甲一寡野豹赶走。 路边的树林内底看起来好亲像被鸟仔咧飞来飞去，不过详细观察，所发现这鸟仔好像是倒挂伫树花顶悬。原来飞来飞去的不是鸟仔，是皮肤。在澳洲昆士兰州，虎狐是受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甲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保护野生物种。不过，为自2010年开始，因进入当地都市金皮，迄群生团数量达到惊人数字，开始影响居民生活。 The bat dropp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our trees, because when they're hanging off the trees, they actually weaken them and they start collapsing. 居民内文表示，这壁捕唔但破坏树啊，造成死亡，也无法度附近啊动物伫门口埕咧佚佗，因为壁捕的白色背或者是死亡尸体，拢有传染病风险。加上这壁捕常常无分一暝一直叫，拢互居民烦恼会对人体甲厝内底宠物的健康造成影响。虽然居民想要修剪树蛙，减少壁捕生团所在，或者是将灌溉喷水系统来赶走，不过效果无够好。 目前，澳洲联邦政府已经拨钱超过5万澳元，相当106万台票，予金皮市府协助管理赶走蜜捕。不过，对是毋是提供帮伞回国政策却无回应。动物生态学家建议，将那生态地树蛙食物转离人大的所在，无得较应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1度到1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